大家好，我係葉 Sir。想成績進步，家長老師要各司其職，有咩係改到，有咩係改唔到。喺家庭教育裏邊，家長最需要明白嘅一點係，要提升成績，一定係學生內在驅動力同埋外在條件配合嘅結果。要清楚咧，邊啲可以通過努力去改變，邊啲暫時就做唔到。小朋友學習能力通常有3個要素。第一啦，邏輯能力，呢個係一種長期形成嘅認知結構，受先天因素影響，都可以通過閱讀探究式學習形成思考框架等方法逐漸提升。邏輯成長似樹扎根，需要時間去磨礪。第二，自我要求，亦即係話學習嘅動機。心理學認為咧，內在嘅學習動力必須喚醒佢嚟自意義感。小朋友要先想學，家長先可以幫佢哋學。如果話家長日日及住有用嘅，鬧佢有用嘅，咁啲嘢就會簡單好多啦。要幫助小朋友建立目標感，要等佢哋自己選擇去學，呢層都需要一啲方法同技巧。第三，基礎知識嘅累積，呢個係短期我哋可以提升嘅部分。雖然每個小朋友吸收嘅速度差異好大，但只要揾到適合嘅老師，提供專業嘅指導、耐心嘅陪伴同鼓勵，一定就可以幫佢哋鞏固到基礎。所以有效嘅教育要分清方向。我哋冇辦法即刻改變小朋友嘅邏輯能力，但可以培養佢哋嘅學習習慣。我哋冇辦法幫小朋友學習，但係可以激發佢哋嘅學習能力。家長老師各司其職，先係小朋友成長嘅良性起點。